哦啊咿耶嗨哟呀咿呀那哎呀哦，哦啊咿耶嗨哟呀咿呀那哎呀哦嗨哟呀，哦啊咿呀嗨呀那哦嗨呀。希望透过阿米斯音乐节，让更多人来认识现在原住民的生活形态，跟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故事。里面有几个我觉得很特殊的部落的人，像是小花姐是部落很典型的少妇，她用自己的方法呢带她的孩子，甚至连把部落的孩子都带进来，然后有一个很像舞团的形式来，其实也是在照顾这些孩子，也让这些孩子接触到农文化的学习的部分。还有一个就是母亚妈妈，很爱照顾小孩子，不管你自己的小孩子、别人的小孩子，她都很乐意照顾。但是妈妈也不一样了，像古时候这样，就是务农以外，她开始练习经营民宿，跟外面的客人有些接触，当做我们部落的第一个外交官。然后还有我们的长辈潘金前头目，一个部落的领导人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经验跟他的智慧。我觉得透过老人家，还有他带领的其他老人家一起在舞台上把歌谣唱给大家听，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到年轻人的话，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了，但这几年我觉得年轻人也想要回来，像阿香，然后在部落里面，一开始只是为了方便老人家，就是剪头发到府服务，不要让人家到处移动，变成一个行动美发师。结果没想到现在部落的人都习惯叫他来剪头发，我觉得这也是很不一样，一个部落年轻人回来部落在做的事情不同。还有的话就是跟我一起工作伙伴，像很年轻的，像武将、海洋，他们都是刚成年的年轻人，就是已经离开巴港那，然后现在已经是最年轻的最年轻的年轻人现在很愿意回来部落的，我觉得是不简单的，那需要很大的毅力跟勇气。还有的话，年轻人还有乌宁，他职业军人刚退伍。决定想要做餐，我们自己阿美族的美食。然后像吴荣兴爸爸，我觉得是很代表性的一个父亲，沉默但是又勤劳。因为我觉得人是旅行中最重要的风景，因为不一样的人告诉你这边山的故事，这边海的故事，你看山跟看海的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我自己觉得办这个音乐节很重要的一个初衷。阿米斯音乐节就在12月7号星期六，都兰小巨蛋等你来哟！